后来继续嘛是中华的消息，有一间这个卖七头米的大卖场，互人检举是违建，就要互拆掉了。佮传出讲，这间违建这个卖场后壁有人咧拍，都是关议员张雪茹，所以才敢大胆伫个农地来起仓库。这张雪茹是出面来澄清，讲当初是为着要来安置互家暴、互虐待的妇女甲儿童，而且互伊伫个卖场来工作。 自力更生，才来做这块地来起仓库。想袂到这个地脉的变更的过程真无顺利。张雪茹承认违规，会接受到依法处理，但是伊嘛真担心，讲这个卖场若互拆掉，这个单亲妈妈甲囡仔是要安怎才好呢？是讲甲呢目屎太流。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，还给我一个工作做，还帮我儿子付了学费。 3日前，阿梅互因前翁举菜刀对杀伊带后生夺命，中华县议员张雪茹出手斗相共，将2人安置伫这间大卖场。带着小孩在这间公司，就是无忧无虑的照顾他，他也有提供我住的场所。单亲妈妈小茹带一个囡仔无依无靠，嘛是张雪茹斗相共，将因安排住伫遮搁上班。所以比较知道以同理心去照顾更多像我这样子的人。 因拢是中华这间大卖场的员工，拢是单亲弱势族群。春秋甲斗相共的县议员张雪茹讲，这间大卖场上济是要收容50个需要帮助的人，互因伫卖场上班赚钱自力更生。因为这间大卖场因为起伫农地顶，地目变更无顺利，加上有人检举爱罚钱甲拆除。 我真的是丢不下他们。哎呀，受到伤害，不止这样子，我还担心说这些人以后怎么办。张雪茹真艰苦，伊承认有违规，嘛讲一切依法处理。先去现场去勘察，看到底违规使用的情形是怎样，然后呈报给彰化县政府地政处，然后再由彰化地政署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采罚处理。劳工处表示讲，家庭讲大卖场若停业的话，会要求头家依照劳基法提供资遣费，嘛会协助这弱势员工找头路，保障因的工作权益。